要来这边按开关呐、本来没有红的，先按了红，红了以后要按这个一呀、按这个一按这个一哦。如果要唱卡拉 OK， 唱道歌的哦，还要按这2、3。电脑用的就只有按按这个一，然后按这个，要按这个信号选择了。信号选择是要让声音出来的。要选那个 VC 啊，要看到 VC 啊灯亮才对哦。这个没有调哦，没有声音出来哦。哦，没看。然后呢，这个收音机控制系统，5这边要先按荧幕这边，不，按5这边，然后按下降，然后按这个4这边，然后再按这个电源1这个，按这个1。